歡迎收睇《警聲360》。Phoenix 啊，繼上次提子 bling bling 照尖東嘅大型聖誕燈飾之後，警隊防騙吉祥物提子又出動啦！今次佢會去金鐘喎。冇錯啊，為咗培育公眾，特別係年輕人同小朋友嘅防騙意識，提子今次化身為藝術裝置展品，由3月16號開始進駐金鐘夏慤花園。市民同遊客影相打卡之餘，可以了解更多防騙信息。幾十款唔同造型嘅提子藝術裝置展品會喺金鐘夏慤花園至少展出至2026年2月。佢哋嘅造型全部都好特別，好似我咁可愛啊！提子除咗喺社交媒體同市民進行線上互動，亦喺現實生活中線下現身，係唔少大人同小朋友心目中提子呢個角色越嚟越親民同入屋啊！提子咁可愛，大家記得快啲去打卡啦！當然最緊要學提子咁做到提防騙子，同埋提醒身邊嘅人，咁就最叻啦！又到揀人嘅時間啦，點解偏偏揀中佢哋？因為佢哋而家咯。我哋今次精挑細選，起晒佢哋底，包佢哋中硬。咁仲等咩啊？開工啦！睇下呢個，就呢個咯。喂，喂，你好啊，請問係咪98765432嘅機主啊？係啊，哦，係咁嘅。你近排係咪買一個升級優惠 plan 咧？想確認翻身份啫。我冇要啲咩升級計劃喎，咩嚟㗎？哦，咁樣要幫你做取消喎，如果唔係會收翻相應嘅費用㗎噃。額外費用，咁你快啲幫我取消咗佢啦。咁麻煩提供資料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你嘅銀行卡 number 係，咁我想問驗證碼係咩咧？呢啲人啊，就係咁容易中伏，一聽到扣錢就亂晒大龍。喂，陳生。喂，我哋有筆網上銀行嘅個數想同你認證一下。過數？我呢排冇過數。咁唔緊要嘅，我同你認證完之後，我就再幫你取消啊。好啊，快啲取消咗佢。陳大文先生，身份證號碼係2Z112233，想問以上嘅資料正唔正確？啱。咁想要埋你嘅銀行 account number 同埋密碼。乜要咁多資料嘅咩？因為呢個係特別情況，咁如果你唔俾銀行 account 我哋呢，我哋就幫你搞唔到，到期之後銀行就會自動扣數。扣數？我俾晒啲資料你啊，你快啲幫我搞掂佢啊！只要加少少壓力，咁就搞掂噶啦。啊，仲有啱啱佢嗰招叫做雙重認證，我哋講乜佢就信乜。你好，我哋係國家公安部門，你涉嫌喺內地違規，需要即刻處理。請問你最近咪翻深圳嚟呢？係啊，我上個禮拜去過深圳。再加背景雜聲，好似好專業咁，唔怕佢哋唔信。哦，會唔會我喺深圳趕時間過馬路會俾你攆咗實啊？對，就係呢單啦。嗱，我哋對啲小型違規咧係有寬限期嘅。今天是最後一天啦。嗱，你要同我哋合作，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就會通知相關部門，麻煩你俾資料我哋啊。俾資料你當我傻噶？一聽你就知詐騙電話啦。同埋我 download 咗防騙視伏 app， 你呃我唔到嘅。真係黑仔啊！點解咁醒嘅？係啊，咁都呃佢唔到。係咪你揾啲人嘅問題咧？呢批已經好蠢噶啦，精挑細選過噶啦。喂，唔好搭膊頭啦！邊個啊？你兩個夠啦，跟我返差館慢慢講啦。各位市民要記住，千祈唔好隨便將個人同埋戶口資料交俾人，更加唔好亂過數。遇到任何懷疑騙案，記得 check 清楚。下載防騙視伏 app， 保障自己同埋家人免受騙徒威脅。記住啦！早前有騙徒利用非法無線電裝置假冒順豐速遞，發送帶有井號嘅詐騙短信。大家一旦根據短信入面嘅假連結輸入信用卡資料後，就會即刻出現未經授權可疑交易。我哋收到相關報案後，已經迅速展開調查，成功拘捕操作非法裝置嘅騙徒。記住，科技日新月異，騙徒手法層出不窮，所以再次提醒大家，收到呢類帶有連結嘅信息，一有懷疑就用我哋嘅防騙視伏 App check 一 check。順豐速遞亦提供咗3個貼士俾大家以防受騙。第一，
善用順豐官方 App 獲取取件碼。第二，登錄順豐官方網站以確定物流狀態。第三，主動致電順豐客服熱線查詢。記住啦，任何時間都好，市民只要懷疑受騙，都可以隨時致電警方24小時防騙2熱線18222查詢。我哋嘅同事會盡力為市民解決疑難。最近網上瘋傳一段影片，影到3名青年男女明目張膽喺公共屋邨停車場平台除褲及做出不雅動作，網民都擔心片段入面嘅女仔似乎神志唔清醒。警方迅速拘捕涉事3名男女，佢哋涉嫌藏有同吸食俗稱太空油嘅毒品，以及作出令公眾憤慨的不雅行為被捕。2025年2月14日起，太空油毒品入面嘅依托米酯成分已被列為毒品，管有同服用最高可被判監禁7年同罰款100萬元。自法例生效後2星期，警方已偵破共29宗相關案件，拘捕39人，當中10人係21歲以下青少年，有6名係學生。警方非常重視青少年濫藥問題，會繼續嚴厲打擊毒品罪行。同時，我哋亦呼籲家長、學校同社會各界一齊合作，教導青少年遠離毒品，一齊企硬唔剔嘢。如果中意我哋今集嘅內容，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。仲有 subscribe 我哋警隊嘅 Facebook 同 YouTube channel 啊！嚟緊想我哋拍啲咩題材，就留言話俾小編聽啦。拜拜。